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天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在加拿大萨斯卡丘文省内发生随机杀人事件，造成10个人死亡。警方就表示讲，2名嫌犯的这个兄弟党，其中有一个嫌犯已经死亡，但是另外一个也搁咧逃亡。 警方收到证实，萨克奇万县原住民社区凶杀案的凶手是兄弟关系，数百警员出动追捕。31岁达米恩证实已经死亡。His body was located outdoors in a heavily grassed area in proximity to a house that was being examined. We can confirm he has visible injuries. These injuries are not believed to be self-inflicted at this point. Miles Sanderson, Damien's brother, may have sustained injuries. He may seek medical attention. We can't say one way or the other if Miles was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Damien. It is an investigative avenue that we are following up on, but we can't say that definitively at this point in time. 警方表示，就算迈尔斯受伤，不过伊提武器逃亡依然是真危险。伊面临3项以及谋杀罪指控，搁遭到通缉当中。另外，伊早到连续砍杀人身加财产的犯罪记录。Now I'm terrified to go to sleep at night. Terrified to open my door. Yesterday I was think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me. 这是伫萨省用刀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一寡受害者好亲像互伊针对，其他受害者明显是随机遇害。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讲伊的犯罪动机。不过，当地原住民社区高层发表声明，暗示可能甲毒品有关系。伫遐礼拜，加拿大真正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和这个发生伫原住民社区血案特别引人关心。总理杜鲁道是真着惊，佮心痛，强调袂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伊报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革命油国 OPEC Plus 决议减产石油来应应世界需求落储的这个现象。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这个哈萨克这阵公布习近平可能要来出访，这也是疫情2.8个月后的出访头一届。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伊讲烦恼公司破产，这阵英国新首相 Truss 同意冻结能源的费用。 再来继续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超川普这个别踪案这阵法官同意川普这个要求，任命独立的调查主事官。再来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拜登过来批评共和党是极端右派，拜登嘛呛因的暴力分裂美国。 继续再来关心英国这个执政党保守党的新的这个主席，就是 Truss 嘛，选调英国这个新首相 Truss 咧发表胜选的演说时阵，伊表示讲会大胆来减税计划，回应40年来上界严重的通货膨胀，甲高能源价格挑战。I campaigned as a Conservative, and I will govern as a Conservative. I will deliver a bold plan to cut taxes and grow our economy. I will deliver on the energy crisis, dealing with people's energy bills, but also dealing with the long-term issues we have on energy supply. 47岁特拉斯将会接替强生，将在柴契尔夫人加梅伊了后第3位女首相。照传统，特拉斯应该随即被金汉宫觐见女王，由女王委托伊调组新政府。不过，女王目前人正伫咧苏格兰，所以就等找人觐见女王了，才当正式将做英国首相。 不过，伊拄则带入去唐宁街十号，外口就有人伫咧抗议，因为俄乌战争抑个能源价格起价，造成英国这个通膨率超过10%，经济面临长期的衰退。They cannot ignore what's going on, but I think they will. 特拉斯接手的英国，唔但是内忧抑个外患，包括俄乌战争、英国脱欧等问题。特别是伊做外交大臣时阵，别几多遍呼吁西方盟友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不讲中国并不是无要害通攻击。 Liz Truss is a more hawkish person than Boris Johnson,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She has, for example,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the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so China will be recognised under her premiership. She's indicated as a threat to the UK. 将被退位的首相强生加落选的苏纳克，拢讲会团结支持。
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史塔莫尔是批评特拉斯应该徛伫咧人民这边，优先解决生活成本的危机。这是英国2024年就要举行大选，保守党想要5连霸，不过有部分分析师讲，特拉斯首相大位恐惊坐无久，如果要改选新首相。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讲到罗西亚，即阵已经完全切断对欧洲天然气的供应，为着避免可能发生能源欠缺的这个危机，欧洲真正的能源自主哈。看到德国初五宣布讲，甲原本按算伫咧明年年底特别独一的这2座核电厂继续延加这个部分这个关手啦哈。啊，德国伫咧法国初五也达成共识，讲今年寒热要互相来斗3工，这个运送电力甲天然气咧互相来帮助。法国嘛呼吁讲，国民你着要节约能源10%啦吼，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嘛，因为罗西亚切断天然气，地区继续直咧起，为了避免出现经济危机，北欧的国家即阵开始担保公司超过1条的代票，帮助电力公司度过财政的困难。德国政府初五宣布，经过电力供应的压力测试显示，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德国南部2座特别伫年底独一的核电厂对德国甲欧洲的能源供应是真重要。所以这2座核电厂要继续太平到明年4月期间未增加燃料，只为应付紧急状态。sondern das, wie ausgeführt, für diese Zeit, für den Winter bleibt das Personal und all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da und erhalten, sodass sie wieder hochgefahren werden können. 哈贝克强调，恢复港恒有关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北部的核电厂到年底也是会按照计划对应。俄国已经完全切断透过北溪1号公线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初五强调，因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造成北溪1号的芳心无度维修，所以停止输送天然气。错无伫俄国，也毋过回归到欧洲目前的现实面。气管的能源计数也带动物价起。法国主要靠核能发电，对天然气的需求较细。德国总理肖兹甲法国总统马克龙初五透过热烧会议达成共识，今年寒天能够将互相帮助。法国对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向法国输送电力，共度难关。La France est exportatrice de gaz vers l'est de l'Europe. Nous allons renforcer cela et nous mettre en situation d'être solidaires sur le plan gazier avec l'Allemagne si l'hiver est difficile et que l'Allemagne en a besoin. 唔那输出天然气，马克龙也呼吁法国民众甲企业，伫接落来的几礼拜，会当主动自发节省10%的能源，来避免到时阵可能发生限电的困境。另外一方面，面对俄国断气造成国际全球天然气的交易继续起，为了避免能源界爆发雷曼危机，北欧的瑞典甲芬兰政府也宣布对国内电力公司提供总金额大约超过1条代票的债务担保，协助度过财政困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这礼拜将访问天然气生产大国卡达，针对欧洲能源危机举行会谈。公司新闻景完庆编译。讲到进前一站全球油价直咧起，冲击到民生的这个经济。来看到印尼政府为着要控制已经翻3倍燃料补贴预算，汽柴油咧，伫咧顶礼拜一口气是各起3成这尔济，民众有影是挡袂牢啦吼。有汽车这个客零业者，伊就讲现此时因只好延长工课时间，超到半暝才通咱讲趁到较早变济这个薪水来饲规家伙啊。穿青乌小插制服的伊斯梅尔，徛到伊某省工区，奥多麦客停车伫雅加达大街小巷内。伊若是载人客，也提供配送废品的服务。疫情期间经济停止，伊的收入也得咧降。真无简单，等到恢复正常生活，生理也开始有较好。通膨过来搅局，印尼政府宣布，拜六起汽柴油继续起3成，每公升汽油为代表15块6角6起到20块5角8，柴油为10块7角5起到14块1角3，伊只好接更较侪订单来补薪水不足。Mesti giat lagi lah, sampai malam kali ngobit, sampai supaya dapat duit. Ya tadi dapat 5, udah bisa bawa duit lumayan. Sekarang mesti dari 10 sewa kali bang, supaya dapat duit banyak sampai malam lagi. Bisa pulang jam 8, bisa pulang jam 12 malam nih. 伊斯梅尔讲，伊甚至爱做到3更半暝才会当结束一天的工课，也阁有担任轿车客运车司机的同业，同款有苦无地讲。Sebenarnya berat sih Pak, karena kan spare kita juga untuk
dapatnya juga kan sedikit, tambah lagi dengan BBM naik juga kita tambah pusing jadinya kan, karena spare semakin sedikit dari pendapatannya。 5月开战了后，国际燃油计数一直起。印尼政府过去意向利用补贴方式抑制油价，也毋过今年燃油补贴预算已经提悬到340亿美金，是原油预算的3倍，表示政府不得已放手予油价起。顶一摆印尼伫2014起油价时阵，嘛引起全国大规模抗议声音。 即摆起价生效进程，真侪民众赶紧排队抢加油，后续敢是对社会，尤其是中小企业甲家庭用户产生负面冲击，各界拢在密切观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 针对非洲的可汗和高温，部分国家嘛面对着饥荒的这个问题，荷兰就邀请非洲联盟主要的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这个组织，好好来讨论这个应对的这个方式。啊，一寡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领导人啊，若无出席这个会议，提供经济援助嘛完全无够。这个非洲国家领袖就批评讲啊，工业化的国家，恁哦过去就是制造上大比例碳的排放量，所产出的非洲国家承担这个效果，实在真正无负责任。荷兰鹿特丹的非洲气候变迁峰会会场是吵吵闹闹，包含身兼非洲联盟主席的塞内加尔总统萨尔，加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拢批评后亚工业化国家自国家己无重视产出的非洲。主办会议的荷兰总理吕特自然一定爱出席，不过除了伊以外，工业化国家的元首节拢无到位，互参加的非洲国家领袖拢害头。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t down $12.5 billion. Out of $25 billion. So we're not begging, right? We're saying that we didn't cause the problem. 也出席会议的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非洲只占3%。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报告显示，气候变迁伫非洲造成可汗，这互粮食生产无够，互东非地区总共2200万人面临枵气的边缘。非洲国家都认为，好亚国家应该提拨更加侪经费协助非洲解决问题。We must double down on climate finance adaptation for Africa at COP27. Double down. It was promised in Glasgow. It has to be delivered 2 months from now. 除了非洲的枵气问题正重要，海平面提悬也互较低地区面临土地减少。印度洋顶悬的岛屿小国，也是国际观光胜地马尔地夫，都真侪摆互人点名，可能因为海平面提悬，全国遭到引起的危机。不过，伫鹿特丹会议，互人点名爱加出钱的好业国家，即马物价称悬、货币贬值、甲能源欠款，家己都顾不起，有偌济资源应分互产出国家，也是一个未知数。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世界正新鲜来看到日本有一个出租先生哦，这个查甫人伊的工课就是甲家己租出去、睡出去，提供陪伴的服务。虽然伊定义家己啥物拢唔免做哦，但是社会即阵出现两极化的这个评论。伊讲咧，这个工课哦，真正无共款，通陪伴袂少寂寞的心灵，家己嘛变较快乐。伫无啊穿白写字、卡其裤、打扮轻松的伊，就是最近伫网络正红的日本出租先生松本雄司。台湾大学毕业，现年38岁的松本雄司，原本伫一间出版社工作，不过伊常常叫同事批评伊啥物都无做，互伊感觉家己伫公司互人看无，所以4年前决定甲工作辞掉，要用别种方法来饲一家伙仔3个人。自分の何もしないっていう部分を逆に押し出して売りにして。何かこう人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それを提供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みたらどうな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興味が湧いた。それをレンタル何もしない人として活動を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松本雄司伫 Twitter 以出租先生的名义，敢为人提供陪伴听讲的服务，真正就是啥物都无做。无想到各种邀请真济，其中一个就是27岁数据分析师千田。这天出租先生接到任务，就是爱陪穿印度纱丽、穿水水的伊啉茶食点心。なんか友達と一緒だとなんか友達を楽しませなきゃみたいな気持ちがちょっと出るんですけど、レンタルさんだったら黙っててもいいかなみたいな。另外一个担任公务人员的女性客户，已经不是头一届找出租先生。友人だっ
やはり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ピカチュウの格好を着て一緒にカレーを食べるっていうなかなかハードルが高くて頼みづらいっていうものとのがありました。除了陪人食饭，上班上司佫捌陪人牵狗散步，陪人签字因手续。也是听上班族嘛定时食的，不过记出来成方便的工作内容。这个服务原本无收钱，后来是因为邀请愈来愈多，伊开始一届收费10000日元，差不多是2200。交通费甲餐费嘛由客户付钱。4年落来已经累积出任务超过4000届，其中1/4是中国的客户，包括一个妇女请伊270届。原本是讲。伊出租家己，啥物嘛无做，意外安慰袂少孤单的心。这个故事佫互人写做册，画做红仔册。2年前佫改编做日剧。虽然日本社会对伊的评论好歹拢有，不过原本认为伊证明家己毋是无路用的人。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讲节时间，咱再会。